别碰那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！王后，那个云儿说她听得清清楚楚，是开明兽。《山海经》《海内西经》。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，地之下都。昆仑之墟方800里，高万仞，上有木河，长5旬，大5围，而有9井，以玉为坎，面有9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王后，这下好了，咱们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们是因为他知道了，所以我们才知道。可明日该是咱们掌管和氏璧，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。去告诉我们请来的那些人，让他们用开明兽做引子，好好动动心思。明日若能解开机关，有重赏。是。木心，把国语正语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这书里有记载，说大鹏国曾被殷商讨伐灭国，但据我所知，彭人子孙并没有罢休，他们就此往南迁移建国，后来还参与了周武王伐商，可最后还是被我们楚国灭掉了。寡人还知。这彭国是你们楚国最早灭掉的小国之一。大王，寡人听说你为了这和氏璧已经废寝忘食，但是这个被你们楚国灭掉的彭国，跟这匣子有什么关系？臣妾查出了，这匣子上的神兽是开明兽，在蜀地传说中。开明兽本是为祸彭国的怪兽，后来被鳖灵降服，并为建国立功。鳖灵有感其功，遂在建国后自称为开明氏。但也有种说法，说开明氏乃是古蜀国贤王，死后上天，才化作了开明兽。臣妾就是想从这些说法中寻些蛛丝马迹。前朝重臣为了准备与吴国交兵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你们这边为了和氏璧斗得难解难分。寡人让你们打开这匣子的机关，只是为了让这块玉有个着落，省得你们左右为难，也让王后与张子不再计较。谁料有人却因此走火入魔。大王，人家累得眼冒金星，你却拿人家打趣。芈月是个好胜女子，若这匣子的机关被王后那边先打开，你会怎么样？臣妾虽没有破解机关，却读了许多好书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典故，那也是好事啊。若是王后也像你这样想就好了。哎，你再试试啊！这些日子试了很多种方法，不行吗？你看你这个方法不行啊！我觉得还是想不出来。你再想想。哎呀，王后，你们琢磨这些日子能破解这个机关了吗？王后，破解这匣子机关的法子
无非就3种。第一种是抽根法。什么是抽根法？抽根法就是造匣子的人预先在匣子当中留出一根没有榫卯的木条，只要找到这根木条，把它抽出来，整个匣子就可以完全被拆开。第二种是错开法，就是所有木块木条安装上去都是有轴的，只要找对了方向，沿着轴平行错动，就可以从中抽取一根，其他的将迎刃而解。第3种呢？第3种就是旋转法，就是旋转某块木条或木块，把它们一根根的拆下来。既然你们都已经找到了方法，那赶快呀！我们试了全部的方法，无一奏效。怎么会？王后，我们甚至还把这些解法对应8门9星、阴阳5行、3奇6仪、各种牌局、方位都试过了，依旧劳而无功啊！你们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王后恕罪！我们以为这匣子的机关，除了做此匣子的人，世上恐怕再无他人能解。一帮废物！王后恕罪！怎么来晚了？私下耳目太多，不得不当心。眼下可就全都指望你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盯住了，千万不能让芈月那边先得手。你说事情完了，让我到王后身边伺候，那是自然。那还有我家里……放心吧，王后给楚王去了信，让他好生照顾你的兄弟和母亲。谢谢王后，请她放心，我元儿哪怕拼了性命，也为王后保住这块玉。好，退下吧。这开明兽怎么不管用啊？如果不是开明兽，难道还有另外一个长着9个脑袋的老虎？或许这开明兽并不是直指破解匣子的机关，或许它只是个引子，用意是要我们留意《山海经》。引子？香儿，你再去把《山海经》的海外经全都给我搬来。好。果不其然，这海外南经、海外西经、海外北经、海外东经，各篇章都是以南字开头。这所记掌故也是由南开始。这么说，这南字该是与这匣子有些关联。上南下北，这匣子的南该是在匣子的上边。这四面除了开明兽，什么都没有。姑姑说这块玉害人，果然不错。我都饿了1日了，此刻肚子都咕咕叫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啊？八子也1日没吃东西了。我还真有些饿了，你们去帮我把膳食端过来吧。是是。
朱雀玄武。这是什么？像是个日头，日头照着9个头的开明兽，说不通啊。对，南为朱雀。上书爻典里说过，朱雀为日中星鸟。别碰那块玉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它，这玉有问题！别碰那块玉，玉有问题！云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拿着和氏璧？不要碰！玉里有毒，不要碰！八子，八子，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八子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八子，玉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快叫御医！好，玉儿，八子。八子怎么样？密八子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该是蛇虫之毒。你能确定？草木矿石之毒是吞服或吸入，只有蛇虫之毒是伤及皮肤和血脉。幸好他及时将伤口的毒液吮吸了一部分出来，否则怎样？非常危险。大王，八子是被装在匣子中的毒针刺中。这毒针又和匣子中的机关连接，机关破解，毒针跳出，想拿宝玉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难以逃脱。那个偷和氏璧的人现在怎么样了？哦，那个侍女叫元儿，已经中毒身亡，已经死了。快给八子开药方。大王。微臣只是初步判断密八子中的是蛇虫之毒，但却无法分辨出到底属于何种蛇虫之毒，是一种还是多种。这种蛇虫之毒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若不能明确毒性，对症下药，只怕是适得其反呢。那眼下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太医令，居然没有半点主